这什么种子啊？红红的，好美哦。他用那个照相的那种智慧镜头 ，Google Lens 智慧镜头，也可以直接开谷歌智慧镜头。你看，哦，直接咧，直接都翕，啊，无就看迄个图片，辨识图片。哦，看这到底是什么物件？什么植物的种子啊？啊哈，这无网络连线咯，看了。嗯。哦，很有价值，很有价值。哦，这个智慧镜头也是要有网络连线。哎呀，出来了呢！今天呢出来了呢，网络连线出来了。哎呦，讲对迄个这什么菌啊，杆菌啊，念珠球菌，哎，呢。哦，紫胃杆菌哦，可怕。唔是啦，这是种子啊，唔是病毒啦。哦，可怕。来啦，过来重新辨识一下。哎呀，才拢处理了什么病毒、病菌的呢？奇怪，啊，这个植物的种子啊，浇晒大来啊。啊，即马讲鸡啊，即马你搁吹出来讲会做鸡啊？什么啊？籽啊，乌鸡、红鸡，生一粒鸡。安尼无遐简单，伊无来去看图尔，无咧看声音。啊，安尼这毋着无记录啊，无太会。不简单哦，直接拍照啦，直接拍照辨识。相思豆呢？相思豆嘞，红记记。石榴嘞，石榴的籽嘛是红记记。石榴的淡淡，这都无淡淡。孔雀豆嘞，孔雀豆嘞哦。哦，孔雀豆嘞哦，相思豆嘞哦。啊哈哈。孔雀豆还是相思豆呢？嘿嘿嘿，嘿嘿，含笑花种实，含笑花种实，含笑花种实。啊，水啊，红记记，含笑呢，含笑呢，啊，神奇啊！